小朋友同大朋友，你哋好啊！今日福音講到，有一日有一個人叫約翰洗者，佢喺荒野入面向好多人宣講，佢同大家講話：你哋要回頭，改過做好，因為天主嘅國就快到啦。好多人都嚟揾佢，包括一啲法利賽人同埋撒杜塞人。但約翰見到佢哋，就對佢哋講：你哋啲毒蛇，以為淨係表面做好就夠啦咩？真正嘅回頭係要用行動證明出嚟。佢話唔好以為自己係亞巴郎嘅後代就一定得救，天主就算用啲石頭都可以興起亞巴郎嘅子孫。約翰又提醒大家，而家斧頭已經放喺樹根嗰度，唔結好果子嘅樹就會被斬落嚟掉入火度。佢跟住話：我只係用水幫你哋施洗，但有一位比我更強嘅就快嚟啦，我連幫佢攞鞋都唔配。佢會用聖神同火幫你哋洗禮，佢手揸住簸箕，會清理自己嘅禾場，將好嘅麥子收埋，將冇用嘅慷慨燒掉。小朋友，其實約翰洗者好似一個提你起身嘅鬧鐘，佢唔係想嚇人，而係提醒大家：喂，準備好未啊？耶穌就快嚟啦！佢教我哋唔好只係講我係乖仔乖女，而係要真係做啲好事出嚟，例如願意道歉、關心人、分享玩具、聽父母同老師嘅話。小朋友，我想問你一條問題，有冇一樣嘢你知道係唔啱，但有時都會做呢？有冇一個人你可以對佢好啲，但你未做到呢？將臨期就係一段準備愛心迎接耶穌嘅時間，我哋唔需要一下子變得好叻，只要每日行一小步，天主已經好開心。親愛嘅耶穌，我想將我嘅心準備好，等你嚟，求你幫我改啲唔好嘅習慣，教我學識愛人、原諒人、關心人。就算我做得未夠好，都請你唔好放棄我，因為我好想做你嘅好朋友。阿們。